后来这个疫苗以约平台的意愿登记，昨开始嘛，甲高端疫苗加入到选择的项目。到下晡的1点为止，已经有超过49.600.000人来登记，愿意来做高端疫苗。其中有28.300.000多人是伫昨下晡的2点以后重新来登记的。总统蔡英文早起嘛，伫个面册来发文章，过来附上家己上网注文登记要做高端疫苗的相片。蔡总统讲，伊会来做国产的疫苗，同时嘛呼吁民众赶紧上网来登记。一日电脑前，总统蔡英文拍开疫苗登记网页，面册宣告讲已经完成疫苗意愿登记，选国产高端疫苗。总统讲安全、有效、合法，而且符合区合标准的疫苗，才会好大家做。总统驻高端，副总统是拍算要驻另外一支国产的疫苗联案。我们非常谢谢赖副总统以及众多国人的支持与鼓励。那我们现在呢，也是就静候EUA 的审查结果。国民党立委林维洲嘛，讲要驻国产的疫苗。绿营的委员们，我是希望这样子啦。这个，因为我把那个施打的地点改在台北中正区，意思就是说，立法院应该可以设一个施打点，一个都不要走了，大家一起来。那民进党包括我们的主席，也就是总统蔡英文，我们的副总统赖清德都带头要打国产疫苗的。那我不知道这个国民党的立委个别的立委要求我们去一个一个表态，还有什么任何的意义？民进党立委郭家儒嘛跳出来讲要支持台湾的疫苗，要蔡适应嘛表态反点名江启臣做伙来做。另外，周国库甲长期关心政治议题这个网红陈嘉行嘛讲要做。依照指挥中心的统计，到今日早起为止，愿意做高端的民众都43.600.000人。即马为总统到网红，为政府到民间，都看讲，敢有法度带动民众接受国产疫苗意愿。